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完这部片，这样就是看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之后就觉得每次看都有每一次不同的感受。那其实我觉得最后就是在听这个道歌的时候，我想要问一下各位贤贤，请问你们各位贤贤们听道歌会听到流眼泪的有举手？一个人的三个，然后想要问一下，为什么听道歌听到流眼泪？我们立马讲是。能量。你觉得为什么听到歌听到流眼泪？很感动，或者觉得因为你在听到的那一份心，你会感受到上天对众生的这份爱。那为什么你会有所感动？因为你曾经付出这份爱给你的先生，所以你会感受到我们跟上天的心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或者都觉得每次很多时候啊，或者是一个男生哦，难得有被评判，可是呢。很多时候自己静静的在听这些道歌的时候，其实真的会偷偷的流眼泪。那为什么偷偷流眼泪？因为你曾经付出过，你曾经你付出的越多，你的感动就会越多。好，这是后觉得哈。那其实我们透过这一堂课呢，讲虽然没有讲很多的这个经典，可是或者每次听完讲这个都会觉得，我们回去之后赶快要发心来。